黃大仙、九龍城係香港最有人情味嘅地區，但人口老化，生活壓力已漸顯。懷孕呢要做好多貴價產檢 ，BB 出世之後課程費又多，育兒壓力好大嘅。我倡議公營醫療試點，免費孕前基因篩查，減低產檢費，0到3歲幼兒課程可扣稅，擴大托兒服務，新建住宅配套育兒設施，減輕育兒負擔。咁就放心啦。想申請長者福利，但係表格複雜啦，眼神又唔好，唔知點算啦。陳婆婆唔使驚 ，AI 可輔助簡化福利申請，平板操作好簡單。我仲會推動家居式老化改造同新增安老床位，保障長者生活。AI 真方便，家居改造又貼心，以後生活好安心啦。想返職場，但係湊仔冇人幫，技能又唔夠，唔知點平衡工作同家庭。我會推動家庭友好職場政策，提供彈性托兒服務同婦女職業技能培訓，讓你兩邊兼顧，亦為社區補充勞動力。太好啦，多謝你。為大家健康，會深化中西醫1+1家庭醫生網絡，加強地區康健中心老人康復服務，加快籌建黃大仙全科醫院，擴大慢病共治覆蓋範圍，讓大家感受真切幸福感。希望大家可以喺12月7號投2號楊樂軒神聖嘅一票，感謝大家。